各位老友，我今日想問大家一個問題，你有冇試過留意身邊咁樣嘅情形？有啲老人家退咗休之後，仔女成日都歡歡喜喜咁返嚟探佢，啲孫仔孫女一入門就撐住撲過去攬實佢，大大聲叫爺爺嫲嫲，成間屋都係笑聲，一家人和和美美，暖粒粒嘅氣氛濃到化不開。但係同一個屋苑，甚至同一層樓，你又見到另外一啲老人家，佢哋明明一生一世為咗頭家好盡心力，後生嗰陣拉更抵夜，乜都俾晒仔女，點知到頭來，仔女唔多願意返屋企，就連自己一手湊大嘅孫仔，見到佢都會下意識咁避開，眼神都唔敢同佢對上，搞到個老人家日日孤零零一個，對住四面白牆嘆氣，連電視機嘅聲都合唔過佢心入面嗰種淒涼。你話問題究竟出喺邊度？係啲仔女天生唔孝順，定係個老人家自己命水唔好，注定晚年孤苦？我可以話俾你聽，呢兩個都唔係真正嘅答案。個真正嘅答案就藏喺我今日要同你講嘅6個字入面：三不管，四做好。呢6個字望落去好似簡簡單單，但背後蘊含住嘅係中國幾千年國學智慧嘅精華所在，係人情世故最深刻嘅通透。你聽我講完，好可能會突然間恍然大悟，原來晚年過得好唔好，個關鍵真係唔喺啲仔女身上，而係喺你自己度。一切由你點樣看待60歲呢個關口開始講起。60歲呢個數字喺中國文化入面，個意義好深遠。天干地支一個循環啱啱好60年，所以古人先至會將60歲稱為花甲之年，一個輪迴嘅完成，同時亦係一個新開始嘅起點。孔子喺《論語》入面講過一句好精警嘅說話，佢話60而耳順。咩叫做耳順呢？唔係話你隻耳仔聽覺特別靈，而係講到咗呢個年紀，你聽到任何嘢，不論係好人嘅說話、難聽嘅批評，定係令你出乎意料嘅消息，你都唔會再大驚小怪，唔會心浮氣躁，唔會即時彈起身要同人駁嘴，而係能夠用一種平和通透嘅心態去接納呢個世界。呢種平和唔係麻木，更加唔係認命，而係歲月同經歷提煉出嚟嘅一種高層次覺悟。換句話講，60歲之後，你應該要學懂睇得通、想得開、放得低。如果你放唔低，仍然用後生嗰陣嘅心態去活，咁就好似着住一件唔啱身嘅衫，點樣行路都唔舒服。喺國學嘅智慧體系入面，人生係有佢自己嘅節奏嘅，就好似天地之間有春夏秋冬4季更替一樣。春天萬物復甦，係播種嘅季節；夏天陽光猛烈，係辛勤耕耘嘅時候；秋天金鳳送爽，係你收割成果嘅日子；而冬天萬物凋零，天地一片寂靜，係一個將能量收藏、將養分回根嘅階段。呢個自然規律同樣對應住人嘅一生。你年輕力壯嗰陣，去奮鬥，去拼搏，去建立事業，去養兒育女，去為頭家遮風擋雨，呢啲就係你人生中嘅春夏，係你要不斷向外輸出能量，不斷爭取嘅時候。但係到咗60歲之後，你嘅人生好自然就會進入收藏嘅階段。呢個時候，你唔應該再將自己放喺衝鋒陷陣嘅最前線，唔應該再逼自己同天鬥、同地鬥、同人爭一日之長短。你要做嘅係學識2個字：知止。知止就係知道你嘅精力應該停喺邊度，知道你嘅關注應該收喺邊度，知道你嘅手腳應該放喺邊度。這2個字聽落去好似好簡單，但係好多人窮盡一生都做唔到。佢哋由後生開始一路向前衝，衝咗幾十年，已經變成一種慣性，完全唔識得停落嚟，唔識得喺適當嘅時候往後退一步，唔識得喺人生嘅轉捩點優雅咁收手。你試下去觀察下大自然，山間嘅水流一路向下衝，當衝到懸崖邊，佢識得巧妙咁轉個彎，繼續向前流。一棵樹生到一定高度，佢亦都識得將養分收翻去根部，令到自己根基更加穩固，而唔係無休止咁向上飆高，最終承受唔住風暴。偏偏有啲人一世人都識得進，識得攻，識得攞，但就係唔識得退，唔識得守，唔識得放。結果呢？衝過咗頭，連自己最珍惜嘅家庭溫暖、骨肉親情都守唔住，一手好牌打到最後散晒。
呢啲人絕對唔係蠢，佢哋好多時仲係非常之聰明，好有本事嘅，可惜佢哋就係唔識得喺對嘅時間做對嘅事。人生嘅智慧，講到尾，咪就係分寸兩個字咩？60歲之後嘅智慧，首先就要學識三個唔管。呢三個唔管，並唔係教你變得冷漠無情，更加唔係叫你做一個乜都唔理嘅自私老人，恰恰相反，呢個係一種層次更高嘅愛同埋智慧，係放長雙眼睇得更遠嘅一種親情流露。先講第一個唔管，就係唔管仔女嘅家務事。仔女結咗婚，組成佢哋自己嘅小家庭，嗰個家就係佢哋自己嘅天地。呢個道理，我相信你可能已經聽過千百次，甚至你自己都覺得呢個係基本常識。但係我可以話俾你聽，真正能夠喺生活入面執行得到、執行得好嘅老人家，真係少之又少。你試下合埋眼諗一諗，突然有一日，你無意中知道個仔同新抱有拗撬，又或者俾你親耳聽到佢哋喺房入面因為啲錢銀或者家庭瑣事吵緊大架，你第一個反應會係乜？10個老人家入面，有7、8個都會個心即刻抽一抽，然後一股衝動衝上嚟，好難忍得住唔出聲，唔插手。你可能會覺得，我係佢阿媽，我食鹽多過佢食米，我有責任去調停，去俾意見。好，一旦你真係開咗聲，企咗喺任何一邊，個問題就會以幾何級數咁複雜落去。如果你基於母子親情，下意識幫自己個仔講幾句說話，就算你覺得自己好公道，個新抱心底你一定會覺得你偏私，佢會記住原來奶奶到關鍵時刻，心入面只有自己個仔，我永遠都只係一個外人。呢條刺一種落去就好難再拔得翻出嚟。如果你為咗顯示自己通情達理，走去幫新抱講說話，甚至當住新抱面教訓自己個仔，咁你個仔又會覺得好唔舒服，覺得阿媽竟然唔撐自己，條心向外彎，搞到喺老婆面前頭都抬唔起。你咁樣做，最終結果就係兩頭唔到岸，本來只係兩夫妻之間嘅小風波，因為你呢個第三方嘅介入，一下子變成咗一場牽涉3個成年人嘅複雜情緒漩渦，搞到最後3方面個心都有條刺，有啲冇辦法講出口嘅委屈同憤怒喺度醞釀。更加麻煩嘅係乜嘢呢？夫妻之間嘅拗撬，好多時都係床頭打交床尾和，人哋可能鬧完交隔一晚，第二朝起身一齊食個早餐就冇事，又糖黐豆咁。但你作為長輩，喺火遮眼嘅時候講過嘅每一句說話，佢哋兩個都會記得清清楚楚，甚至放大嚟睇。呢個就係管得太多，最初你可能完全預料唔到嘅代價。你本住一片好心，覺得自己係出於關愛，係作為父母嘅天職，但喺後生仔女嘅眼中，你嘅好心好容易就潰至變成一種無形嘅壓力，你嘅關愛會變成一種令佢哋唞唔到氣嘅干涉。你嗰一番苦心，最終非但冇人領情，反而喺大家嘅關係入面埋落咗鹽隙嘅種子，將來一有機會就會生根發芽。如果從玄學同風水嘅角度去理解，呢件事會更加立體。每一個家庭，當佢形成之後，都會慢慢孕育出自己獨有嘅氣場同磁場。風水學上頭好講究藏風聚氣，一個家庭嘅氣場，絕對需要由住喺裏面嘅人，即係呢對夫妻自己，通過日常嘅磨合去調節、去平衡。一對夫妻同住一室，日對夜對，經過無數嘅歡笑同淚水，佢哋會喺無形中形成一種極其微妙嘅、獨屬於佢哋兩個人嘅相處模式。呢個模式入面夾雜住無盡嘅默契，同時亦都夾雜住雙方為咗對方而作出嘅妥協同忍讓。呢種複雜嘅平衡，你作為一個外人，就算你係佢哋嘅親生父母，你都絕對冇可能100%理解得到，因為你冇參與佢哋24小時嘅生活，你唔知道佢哋之間啲暗號同眼神。你硬要介入，就等於喺一個已經用咗好多年時間去調校到剛剛好平衡嘅能量場上面，突然間伸一隻手入去亂撥，施加一股無法預測嘅外力，最終嘅結果往往唔係幫你個仔同新抱和好如初，而係將成個格局搞到亂七八糟，令佢哋原本可以自己化解嘅矛盾，因為你嘅加入而變得更加僵。你要明白一個好深刻、好根本嘅道理，仔女成咗家，就等於你屋企呢棵大樹開枝散葉，長出咗一啲全新生機勃勃嘅樹苗，慢慢長成一棵獨立嘅樹。
你作為老樹嘅根，你最主要、最偉大嘅作用，係喺泥土之下牢牢咁穩住成個地基，通過你幾十年積累落嚟嘅智慧同修養，默默地提供精神上嘅養分，而唔係生長你嘅根須，伸過去嘗試去控制住每一片新生樹葉應該向邊個方向生長。一棵大樹如果根部成日都唔安分，不停咁翻攪泥土，搞到周圍都鬆鬆散散，咁樣唔單止新嘅枝葉生長唔好，就連老樹自己嘅根基都會受損，最終成棵樹都會搖搖欲墜。古人有一句說話講得非常精妙，叫做近則遠，遠則親，呢個就係人與人之間距離嘅藝術。你同仔女保持住一個恰如其分嘅距離，不過分黐纏，俾佢哋有足夠嘅空間去呼吸，佢哋反而會更加掛住你，更加尊重你，喺你真係需要佢哋嗰陣，佢哋先會發自內心咁主動行近你。如果你日日都好似貼身高樂擔，乜都要管，乜都要問，由佢哋今晚煮乜餸去到佢哋去邊度旅行都要俾意見，佢哋只會覺得窒息，覺得自己做成年人都冇晒私人空間。你放得開手，仔女先會覺得你呢個長輩夠晒大度，有胸襟，有智慧，佢哋對你嘅尊重先至係由心而發。你管得越緊，佢哋只會在心底裏覺得你這個人好煩，覺得你根本唔信任佢哋作為成年人嘅能力同判斷。所以處理仔女嘅家務事，最上乘嘅做法就係你聽到就算，睇到除非發生天咁大嘅事，否則一律唔好主動去評論，更加千祈唔好企喺任何一邊。你要學識做一個安靜而有力嘅守望者，喺你嘅子女經營緊佢哋自己人生嗰陣，你喺旁邊靜靜守候，將雙手放喺背後，到關鍵時刻，佢哋真係開口向你求助，你先至伸出你嗰對有經驗嘅手去扶一把，平時就將對手收翻埋。呢一種深沉、克制而不張揚嘅愛，先至係最有力量嘅愛。第二個唔管，就係唔管仔女嘅揾錢門路，唔好干涉佢哋嘅事業發展同財富規劃。呢個世界變化之快，已經遠遠超出我哋好多人嘅想象。你諗返你後生嗰個年代，可能絕大多數人嘅人生軌跡都係好清晰嘅。你喺一間公庵或者一個寫字樓入面，安安穩穩咁做足30年、40年，然後光榮退休，用積攢落嚟嘅錢買一層樓，養大2個仔女，一世人大致就係咁樣度過，安穩而可預言。但係而家呢個時代，對於我哋嘅後生仔女嚟講，已經係完全唔同嘅世界。佢哋可能3年就會轉一次行業，2年就換一個城市生活，甚至乎由一個全職嘅打工仔搖身一變成為自己接項目做嘅自由工作者。你嗰個年代喺街口開一間實體鋪頭，只要勤勤力力就可以養起成頭家。但係而家嘅年輕人，可能日日對住部電腦，透過網絡將自己嘅知識或者創意喐到全世界每一個角落，佢哋一個月揾嘅錢，有可能多過你以前辛苦1年嘅收入。你睇唔明佢哋做緊乜嘢，呢個係因為你所成長嘅環境同你接觸到嘅資訊同佢哋完全唔同。但係你一定要記住一個核心原則，你睇唔明嘅嘢，絕對唔代表佢就係立嘅。你完全唔熟悉嘅新印行業，絕對唔代表佢就冇前途，更加唔代表你嘅仔女喺度不務正業。如果你硬係要攞住自己幾十年前嘅成功經驗同埋舊有師翁，作為一把絕對嘅量尺，去度行同批判你仔女今日所面對嘅選擇同機遇，咁樣嘅行為，就等於攞住一張幾十年前話嘅，啲路都唔知改過幾多次嘅舊地圖，去嘗試尋找一條今日先至起好嘅高速公路，個結果注定會越行越偏離，越走越迷失，最終唔單止到達唔到目的地，仲會令到開車嗰個，即係你嘅仔女，對你產生極大嘅反感同抗拒。喺國學智慧入面，有一個非常之重要嘅核心概念，就係變通。易經呢本書之所以叫做易，佢最核心嘅精神就係一個變字，萬事萬物喺天地之間，冇任何一樣嘢係永遠停留喺同一個狀態唔變嘅。水嘅天性係向下流，但係當佢向前奔流遇到一塊大石頭嘅阻擋，佢絕對唔會硬碰硬撞個頭埋去，而係佢選擇巧妙地繞道而行，喺旁邊揾一條新嘅路徑，最終都一樣能夠匯集百川，奔流入海。你千祈唔能夠因為自己曾經行過某一條路，而且行得通，行到上岸，就覺得天下間就只有你行過嘅嗰條路先至係唯一正確嘅路。
每一個時代都有每一個時代獨特嘅機遇、挑戰同埋遊戲規則。你嘅仔女佢哋活喺佢哋自己嘅時代，佢哋自然需要運用佢哋呢一代人嘅知識、眼界同方法去應對佢哋面前嘅挑戰。你要對佢哋有信心，你要信得過你自己親手養大、用心教育過嘅細路，佢哋嘅品格、能力同底線絕對唔會差得去邊度。作為父母，你教育佢哋成才嘅責任，其實喺佢哋真正成年、有獨立思考能力嗰一刻，已經完成咗一大半。至於之後佢哋點樣去揾食，點樣去發展事業，點樣去規劃自己嘅人生財務，呢個係佢哋自己人生嘅課題，係佢哋要自己去完成嘅功課。你絕對可以表達你嘅關心，但係千祈唔好將呢種關心演變成粗暴嘅干預。你絕對可以向佢哋提出你作為過嚟人嘅建議同想法，但係千祈唔好用家長嘅權威去強迫佢哋接受。你更加要戒除一樣嘢，就係成日喺佢哋耳邊好似念經咁，不停咁話你應該做呢樣，你唔應該做嗰樣。呢種日積月累嘅嘮叨，係消磨仔女對父母納心情感同耐心嘅最大殺手。佢哋會由最初嘅磨耐，慢慢變成淹沒，最後變成逃避同你傾任何嘢。講到呢度，有一點特別重要，我一定要好鄭重咁提醒各位老友記，呢一點尤其關鍵。你千祈唔好因為一時心軟或者磨唔開面子，去幫仔女又或者係其他親戚朋友做任何形式嘅經濟擔保。呢個係好多老人家本來可以安享晚年，但最後搞到冧老破財、晚景淒涼嘅最大忌諱。你可能會覺得自己只係出於一片好心，覺得大家都係自己人、血緣之親，只係簽個名做個擔保而已，唔會有咩大不了，可能只係幫佢哋應急。但係你要知道，擔保呢個行為，在法律同埋現實層面，就等於你將你辛辛苦苦積賺咗大半世人嘅身家性命，毫無保留咁攤開喺台面上，任人處置。萬一個生意失敗，個項目出咗事，你簽咗明嗰筆債，係會完完整整追到你頭上。到咗嗰個時候，你揸住嘅退休金戶口，你住緊嗰層樓，都有可能一夜之間化為烏有。你嘅晚年會即刻陷入無依無靠嘅深淵，到嗰陣時，你連後悔嘅資格都冇，因為你已經冇能力再重新積累過。從命理同玄學嘅角度去講，每個人嘅財運走勢都係獨立運行嘅，你嘅八字格局所注定嘅財富係你嘅，你仔女嘅命格同財富係佢哋自己嘅，兩條路本來河水不犯井水。你絕對唔能夠亦都冇能力去用自己晚年本來就應該安穩嘅運，去強行承擔另一個人生命入面未知嘅經濟風險，呢個係違反自然同天道規律嘅事。所以揾錢嘅路就由得佢哋自己用自己嘅角去行。你作為父母，企喺佢哋嘅背後，默默咁祝福佢哋，用一種欣賞同信任嘅眼光靜靜支持佢哋每一個決定。咁樣做已經係最偉大嘅父母心。第三個唔管，就係唔管孫輩嘅教育細節。隔代教育呢4個字，我可以好肯定同你講，佢幾乎係中國家庭入面最容易引爆、殺傷力最強嘅一個隱形炸彈。你作為爺爺嫲嫲、公公婆婆，痛愛自己嘅孫仔孫女，呢個絕對係天經地義，係源自血脈嘅天然情感。試問邊個老人家唔想將自己所有最好嘅嘢都俾個孫？但係痛愛還痛愛，你千祈要記住，教育呢個孩子嘅主角，由始至終都係佢自己嘅爸爸同媽媽，而唔係你。你一旦喺教育呢件咁嚴肅嘅事情上面越咗界，問題就會一個接住一個，好似雪球咁越滾越大。你試下諗下以下呢啲場景，係唔係好常見？你見到個孫俾佢阿嫲鬧到扁晒嘴，個心揦住，於是偷偷地幫佢買零食、買玩具去氹佢開心，甚至同個孫講唔使怕，嫲嫲喺度，佢哋唔敢點樣。你咁樣做，喺個孫嘅心入面，父母管教嘅權威瞬間就俾你拆咗台，你搞到佢爸爸媽媽以後管教起上嚟困難重重。個孫精一邊，佢好快就會學識利用你呢塊擋箭牌，一有咩唔如意就走去揾你，將你變成佢逃避責任嘅避風港。你以為你係日日夜夜都喺度痛愛個孫，實際上你係喺度害緊佢，係喺度破壞緊對佢長遠嚟講最重要嘅家庭教育一致性。我再同你講一個我親身忍過、
非常之真實嘅例子。有一位退休嘅中學老師，佢教齡超過30年，真係桃李滿門，喺教育界好有口碑。講到教書育人，佢絕對係專家。退休之後，佢個孫啱啱讀小學，呢位老人家覺得自己一身教育經驗終於又有咗用武之地，於是就非常熱心咁主動將教育個孫嘅工作攬晒上身。佢日日幫個孫認真咁檢查功課，規劃一套嚴密嘅學習進度表，安排額外嘅補習，將所有嘢都搞得井井有條。佢嘅出發點當然係100%為個孫好。你絕對唔會去質疑一位老教師對教育嘅熱誠同專業，但係問題好快就出現啦。佢嗰一套嚴格管教、賞罰分明嘅教育方法，同佢個仔同新抱所主張嘅鼓勵式教育、快樂學習模式，發生咗火星撞地球嘅衝突。佢認為孫仔做錯一條題目就應該仲做10次，以作懲戒、加深記憶，而個仔同新抱就認為咁樣會打擊孩子嘅學習興趣，應該引導佢自己揾出錯。結果，一家人3代人為咗一個小學雞嘅功課問題，喺屋企吵到面紅耳赤，成間屋原本嘅安寧徹底被打爛，變得烏煙瘴氣。最後，佢個仔終於忍唔住，有一晚斟咗杯茶俾佢，好認真又帶住無奈咁講咗一句：阿嫲，你退咗休就好好休息啦，湊仔嘅嘢，我哋兩公婆自己搞得掂㗎啦。呢句話聽落好似好客氣，但係背後嗰個信息明顯到不得了，就係你管得太多啦。嗰位退休老師忍完之後，個心好似俾人打咗一拳，成個禮拜都食唔安坐唔落，覺得自己一番心血同好易俾人當垃圾。但係後來佢自己一個人靜落嚟，反覆思考，終於發現原來個仔講嘅說話係有道理嘅。佢終於醒覺，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嘅教育理念同方法。呢個係時代不斷向前發展嘅必然結果，無分對立。只有尊重呢種差異，大家先至可以喺同一個屋檐下和平共處，親情先唔會被呢啲日常嘅摩擦消耗殆盡。國學入面有一句非常精闢嘅說話，叫做各安其位。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每一個人喺家庭、喺社會都有佢自己專屬嘅位置同角色。你嘅位置就係爺爺、嫲嫲、公公、婆婆，你嘅角色係俾孫仔孫女無盡嘅溫暖、包容同安全感。你絕對唔係家庭教師，更加唔係要取代佢父母嘅權威。你嘅角色應該係喺個孫需要溫暖嘅時候，俾佢一個大大力嘅擁抱；喺佢因為學習或者成長而跌倒嘅時候，俾佢一個充滿鼓勵嘅眼神；喺佢俾父母責罵完，覺得委屈嘅時候，提供一個可以俾佢靜靜地靠一陣嘅堅實膊頭。至於佢應該要讀邊一間學校，課餘時間去學啲咩嘢興趣班，今晚餐飯食唔食晒啲青菜，幾點鐘要上床瞓覺，幾點要起身返學，呢啲所有嘅日常規矩同成長方向，全部都係佢爸爸媽媽要去處理同負責嘅事。你完全唔需要去操呢個心，更加唔使攬呢個責任上身。你越係提早放手，佢哋兩夫妻就越尊重你，越感激你嘅通情達理。你越係忍唔住插手，佢哋就越會嫌你煩，越想同你保持距離。呢個規律，無論放喺邊個家庭，都幾乎係百試百靈。好，講到呢度，嗰3個唔管都同你哋詳細講完啦。可能好多老友記聽到呢度，個心就會開始嘀咕，呢樣又唔管，嗰樣又唔管，咁我退咗休之後，日日做咩好？日日坐喺度望天打卦，等時間一秒一秒淡過咩？如果係咁，人生仲有咩意義？當然唔係。各位，你哋千祈唔好潰立義。3個唔管嘅真正意思，絕對唔係叫你變成一個乜都唔做、等食等嘅廢人，而係要將你過去幾十年來一直向外投射、一直放喺仔女身上嘅嗰一份巨大精力、注意力同埋操心，慢慢咁有意識淡收返嚟，重新放返喺你自己身上。呢個轉變先至係最高明、最聰明嘅活法，亦都係令你嘅晚年由內到外發光發亮嘅真正起點。呢個道理喺中國現存最古老、最偉大嘅經典《易經》入面，早就講得非常之清楚明白。《易經》入面嘅選卦講到一句：選易盈虛，與時偕行。呢句說話嘅意思係，
人生之中嘅得到同損失、盈餘同虧虛，都係跟住時間嘅流轉而不停變化嘅，冇人會永遠一路得落去，亦都冇人會永遠沉淪喺失去之中。你年輕力壯嘅時候，不斷付出大量嘅精力同時間去經營事業，去養育仔女，去照顧成個家庭嘅大小事務，呢個過程其實就係一種選。你減損咗你自己嘅個人時間、健康同自由，去成就你身邊嘅人，去成全一頭家。呢個係你作為後生一代嘅使命。但係到你60歲之後，個天平就應該要慢慢調整啦。你應該開始將好大一部分嘅注意力慢慢收返嚟，由損害變成益納。你要開始學習點樣照顧好自己已經開始衰老嘅身體，點樣充實自己有啲空虛嘅精神世界，點樣過好每一日屬於你自己嘅生活。呢個轉變，表面上睇落，你好似損失咗一啲嘢，例如損失咗對仔女生活嘅控制權，損失咗喺家庭大小事務上嘅決策權同話事權，個心好似有種落寞感。但實際上，你透過呢個轉變獲得咗一樣更加珍貴、更加無界嘅嘢，呢樣嘢就係完完全全屬於你自己嘅自由、尊嚴、身體健康，同埋千金難買嘅納心安寧。道家嘅智慧亦都強調為道日損，佢嘅意思係一個人真正嘅修行，就係要不斷淡去減去你心入面嗰啲多餘嘅執念、妄想同埋對人哋不必要嘅牽掛，直到你嘅納心回歸到最清淨、最本真嘅狀態。你放低咗對仔女嗰種無休無止嘅過度操心，就等於將壓喺你自己心頭幾十年嘅一座無形大山，一下子移開咗。你嘅心攰一下子輕鬆好多，當個心輕鬆咗，你成個人嘅精神狀態就會即刻唔同，人精神咗，面上嘅皺紋睇落都會少幾條，就連你行路嘅步伐都會喺不知不覺間變得輕快有力。你有冇留意到你身邊嗰啲退休之後精神奕奕、滿面公光，睇落比實際年齡後生好多嘅老人家？你去請教下佢哋嘅秘訣，佢哋嘅答案往往唔係話食咗咩靈丹妙藥，或者用咗幾貴嘅護膚品。佢哋真正嘅秘訣就係喺心態上面做咗一個非常之根本性嘅巨大轉變。佢哋好早就已經睇通睇透，唔再每日為仔女嘅事情去煩心，唔再俾自己捲入嗰啲磨休止嘅家庭瑣事漩渦，而係將所有嘅心思同關注全部放返喺自己身上，點樣令自己開心，點樣令自己健康，點樣令自己嘅每一天都過得有滋有味。呢個轉變望落去好似好細微，只係一念之間嘅事，但係佢為你帶嚟嘅效果，對你整個晚年生活質素嘅影響，卻係翻天覆地，完全唔同層次嘅。既然我哋已經將省返落嚟嘅精力同時間，要重新投放到自己身上，咁跟住落嚟嘅4做好，就係你要去實踐嘅4件頭等大事。呢4件事，每一件你都實實際際咁做好佢，你嘅晚年生活就會增添多一分光彩，多一分底氣，多一分由內而外嘅快樂。第一件要做好嘅事，就係要學懂守住你嘅養老錢。呢件事可能係4件事入面最現實、最物質化嘅，但同時亦都係最重要嘅其中一件。手上有錢，就係你晚年生活所有底氣嘅來源。關於呢一點，你千祈唔好存有任何天真或者不切實際嘅幻想。我見過有好多老人家，佢哋一到退休，攞住嗰筆辛辛苦苦儲咗幾十年嘅公積金或者退休金，個心就急不及待，好快就將啲積蓄逐啲，甚至係一次過分晒俾啲仔女。今日個仔話要買樓，撐少少首期，佢二話不說就攞出嚟。聽日個女又話新屋入伙要裝修，要買全屋家私電器，佢又毫不吝嗇咁資助。後日就連孫仔開學嘅學費，甚至係去外國遊學嘅農大開支，佢都撐住去俾。喺佢哋嘅心底裏，覺得自己作為父母，生命嘅意義就係要為仔女奉獻到最後一刻，最好將自己榨乾榨淨。佢哋以為呢種係最偉大嘅父母之愛，結果呢？將自己戶口入面嘅錢分到最後，分到自己個戶口得返幾萬蚊，連去睇醫生做身體檢查都要記過度過，經唔夠錢。你以為你自己好偉大，犧牲咗自己，成全咗仔女，你以為仔女會因為你嘅慷慨同無私而對你心存感激，更加孝順你？老友，容許我講一句可能好唔啱聽，但係好現實嘅說話，
呢個世界嘅人情法則，有時就係咁樣運作，太過容易得到嘅嘢，人哋係唔會識得去珍惜嘅。我唔係話你嘅仔女一定係灰心腸，或者冇孝心，而係呢個就係人性普遍嘅心理弱點。你一次過俾10萬佢哋會覺得係理所當然。當你將來有日俾唔到，甚至需要佢哋幫手嘅時候，佢哋個心入面反而可能會生起一種好奇怪嘅念頭，覺得你點解會咁論盡，點解以前得而家唔得？呢個未必係仔女全心要咁諗，但係人性喺面對長期免費嘅饋贈之後，就會自然產生呢種麻木。你手上有糧，講說話先會有底氣，有份量，就算你只係隨意咁講一句，人哋都會放喺心上。你手上冇錢，就算你講嘅說話再有道理，字字珠璣，人哋都可能只係當你喺度發得瘋，唔會真正放喺心。呢個現實雖然睇落好殘酷，但佢就係赤裸裸嘅世態炎涼嘅真相。你更加要諗清楚一樣嘢，就係你嘅身體情況。踏入60歲，你嘅身體就好似一部行咗幾十年嘅機器，啲零件會開始慢慢損好，隨時都有可能出現一啲你需要預咗嘅狀況。呢個絕對唔係我在度詛咒你，而係一個你必須面對嘅現實。60歲之後，人嘅身體機能無可避免咁開始走下坡，高血壓、糖尿病、心臟問題、關節退化，呢啲老人病，冇一樣係慳油嘅燈，樣樣都係要用錢去睇、去讓嘅。萬一將來有一日，你身體出咗個大啲嘅狀況，需要入院，需要做手術，之後需要長期食貴價藥，甚至要請一個看護嚟照顧你嘅日常起居，呢啲樣樣都係天文數字嘅大開支。如果你早早就將啲積蓄分到七七八八，到自己真係急需要用錢救命嘅時候，你要開口問仔女攞，嗰種情景，對雙方嚟講都係一種好大嘅尷尬同折磨。仔女未必係唔想俾、唔孝順，但係佢哋自己都有成頭家，有供樓嘅壓力，有車剔要船，有自己嘅仔女要供養教育，佢哋嘅經濟壓力大到可能自己都就嚟唞唔到氣。你喺呢個時候，再喺佢哋已經百上加斤嘅重擔上面，突然再加一筆巨大嘅醫療開支，最後嘅結果只會令到大家都辛苦、都痛苦，甚至會令到原本和和氣氣嘅父子母女關係，因為呢啲現實嘅金錢壓力而變得緊張，生出埋怨，埋下永遠嘅遺憾。如果你從玄學同命理嘅角度去睇，一個人一生嘅財運其實係分為唔同階段嘅，有少年運、中年運同晚年運。晚年嘅財運，佢最講求嘅係一個守字，而唔係攻。你唔使再去諗要點樣令到自己大富大貴，唔使再去搏，但係你一定要識得點樣築好自己嘅城牆，守住你已經擁有嘅呢座城池。呢個就好似你帶兵打咗幾十年仗，辛辛苦苦打返嚟嘅江山，到咗而家呢個收成階段，最重要嘅任務已經唔係繼續向外擴張領土，而係將你嘅城池修補鞏固，將城牆起到穩穩陣陣，將你城內嘅糧倉填滿。千祈唔好聽人兩句話就俾人去買埋晒啲天界但冇用嘅保健品，唔好引身邊嘅朋輩或者所謂嘅理財專家吹噓幾句，就貿然將畢生積蓄攞去投資一啲所謂嘅高回報項目，更加唔好俾人煽動，將啲退休金放入風高浪急嘅股票市場或者樓市入面炒出炒入。呢啲嘢10個有9個半都係精心設計嘅陷阱，佢哋捉住嘅就正正係我哋老人家嘅善良、對健康嘅渴望，同埋心底你驚錢唔夠使嘅嗰種貪念。你嘅錢最穩妥嘅做法，就係穩穩陣陣咁放喺最安全、最保守嘅地方，令到佢嘅購買力能夠對抗通脹就已經足夠。呢筆錢要確保夠你食、夠你用、夠你應付一切突如其來嘅突發健康狀況，咁樣就已經係最大嘅福氣。只要你手上有糧，你嘅心就唔會慌，呢一份千金難買嘅安心，就係你最堅實嘅後盾。第二件要做好嘅事，就係要以前所未有嘅認真態度去照顧好自己嘅身體健康。呢樣嘢，好多人喺自己擁有佢嗰陣，係完全唔會覺得佢有咩珍貴之處，成日任意揮霍，覺得自己嘅身體係鐵打嘅，點解都唔配配。一定要等到健康開始離你而去，你開始周身骨痛，呢度唔舒服嗰度出問題，你先至恍然大悟，知道佢嘅可貴。但係好多時到咗嗰個時候，
已經為時已晚，失去嘅健康好難再揾得返。60歲之前，你或者為咗工作，為咗應酬，挨更抵夜，飲酒過度，食嘢唔定時，忽略所有嘅運動，不斷咁透支出用自己嘅身體去換錢，換事業。呢啲行為喺你年輕力壯嘅時候，因為身體復原能力強，似乎唔會即刻現到乜嘢嚴重嘅後果。但係你要知道，你嘅身體佢唔係傻嘅，佢一路以嚟都喺度默默地幫你記緊賬。等你一過60歲，身體嘅機能開始由高峰滑落，佢就會開始同你慢慢咁算呢筆舊賬。以前你欠落嘅所有健康債，睡眠不足導致嘅神經衰弱，飲食唔節制引起嘅三高問題，長年缺乏運動帶嚟嘅肌肉流失同關節退化，呢啲問題會一樣一樣咁排住罪嚟揾你算賬。所以你而家呢一刻最重要、回報最長遠嘅投資，絕對唔係去諗買邊隻股票，買邊隻基金，而係將你嘅時間、精力同金錢投資落你自己嘅身體健康上面。養生呢個概念，我哋中國嘅老祖宗喺幾千年前就已經研究得非常之透徹，但係真正養生嘅重點，絕對唔係叫你亂咁買一大堆名貴嘅補品、藥材，餐餐大魚大肉或者燉參茸海味。真正嘅養生，個核心其實好簡單，就係順應自然呢4個字。你嘅作息應該要跟住太陽嘅節奏，天光就起身，天黑就休息，千祈唔好再好似後生嗰陣淡日夜顛倒。食嘢要清淡而富有節制，以五穀雜糧作為你日常飲食嘅主體，少油、少鹽、少糖，唔好現到好食嘅嘢就食到撐住個肚。每日要保持有的量嘅活動，唔需要你做啲咩劇烈嘅運動，但係出去公園行下路，吸收下新鮮空氣，喺屋企做下一啲伸展嘅體操，或者跟住一班老友記打下太極拳，保持你嘅筋骨同氣血係活動嘅、暢通嘅，呢個好重要。中醫嘅智慧同我哋講，養生最緊要嘅就係要順時，春天就要養肝，夏天要養心，秋天要養肺，冬天要養腎，跟住4時季節嘅自然變化去調整你嘅飲食同生活規律，呢啲先至係真正嘅養生之道，而唔係人云亦云。你試諗下，當你將自己嘅身體照顧得好好，第一個直接受惠嘅人，唔係其他人，就係你自己。你可以自由自在咁去世界各地旅行，睇你想睇嘅風景，你可以隨時約埋3、5知己出去飲茶吹水，消磨一個愉快嘅下午。你可以好有力咁抱住你嘅孫仔周圍走，享受天倫之樂，而唔係只能眼白白望住，連抱都抱唔起。你可以真正咁去享受生活嘅每一日，而唔係每日都俾病痛折磨。第二個受惠嘅人，正正就係你嘅仔女。當你身體健康，行得食得瞓得，唔使你嘅仔女為你嘅身體狀態擔驚受怕，佢哋先至可以完全冇後顧之憂咁專注喺自己嘅事業同家庭上面。你嘅健康就係你對仔女最大嘅體貼，亦係對佢哋最實在嘅支持。你健健康康、精精神神咁企喺佢哋面前，本身就係對仔女最大嘅一份禮物。相反，如果你日日都病痛纏身，成日要個仔女特登請假，陪你去排隊睇醫生，陪你去做各式各樣嘅檢查，又要佢哋額外騰出一筆錢出嚟同你買藥、做治療，佢哋把口可能因為孝順而唔會講乜嘢，但係喺心底深處，嗰份長期嘅焦慮同精神壓力，你係絕對可以想象得到有幾大。所以，照顧好自己嘅身體，絕對唔係自私嘅行為，唔單止係對自己負責任，更加係對成個大家庭負責。呢個先至係呢個世界上最實在、最貼近生活嘅孝道。一個精神奕奕、行路有鳳嘅老人家，就係對仔女最大嘅孝順。第3件要做好嘅事，就係認真咁去培養足於你自己嘅興趣愛好，為你嘅精神世界揾到新嘅寄託。有好多人做咗幾十年嘢，一踏入退休嘅第一日，佢會突然間發覺自己完全唔知做咩好。以前每日返工嘅時候，由朝早起身到夜晚瞓覺，每日都好似上咗年咁，有固定嘅事要做，有明確嘅目標要追趕，有合作開嘅同事可以一齊傾偈，一齊講下是非，一齋食晏。有上司或者客戶交代落嚟嘅任務，你會有一種被人需要嘅感覺。但係一退休，成個世界好似一下子靜晒落嚟，
呢種巨大嘅生活轉變會令佢成個人好似失去咗重心，搖搖欲墜，就好似一艘喺大海上航行咗幾十年嘅大船，突然間失去咗佢個舵，冇咗方向，喺無邊無際嘅海面上漫無目的咁飄嚟飄去，唔知道自己應該要去邊度。當一個人內心出現咗呢種巨大嘅空虛感同失落感，佢就會好自然咁將佢剩低落嚟嘅所有注意力全部投射到仔女嘅身上。佢開始日日分早午夜3段時間追問仔女幾時返嚟食飯，追問孫仔考試考第幾名，新抱今日着咗件咩衫出街，個仔喺公司有冇得升職加薪。佢表面上會覺得自己呢啲係關心，係作為長輩嘅愛護，但實際上呢種令人窒息嘅行為，根源係因為你自己個內心世界太過無聊，太過空虛，你太缺乏足於你自己嘅精神寄託。因為你冇自己嘅生活，所以你只能夠從仔女嘅生活細節入面去尋找嗰一丁點可靈嘅存在感。但係你一定要清醒咁知道，你生命嘅存在感絕對唔應該寄生喺任何人身上，包括你最親嘅仔女。你要學懂為你自己嘅快樂負責，為你自己嘅生活揾到新嘅重心。你後生嗰陣中意跳舞嘅，就豁出去參加社歐嘅舞蹈班；你中意大自然，中意行山嘅，就約埋以前嗰班老友記，每個禮拜去征服一條郊野嘅山徑；你中意寫書法嘅，就將你封存咗幾十年嘅文房四寶重新攞出嚟，每日心平氣和咁寫幾幅字；你中意畫畫嘅，就唔好猶豫，去買一套好嘅水彩，將你睇到嘅美麗風景畫出嚟；你中意旅行嘅，就唔好再等仔女得間，自己主動約幾個志同道合嘅老友，一齊出去睇下呢個世界。就算你乜都唔識，你對住一樣新嘢有興趣，譬如攝影，咪去買部簡單易用嘅相機，由影花影草開始學習；你中意煮嘢食，就上網學下新菜式，喺廚房入面搞搞新意思，等個仔返嚟俾個驚喜佢。呢個世界咁大，千奇百趣，仲有無數咁多好玩又有趣嘅事物等住你去體驗。你千祈唔好俾個老字限制咗自己，唔好覺得自己幾十歲人就唔配去學習新嘅事物。年齡從來都唔係一個人停滯不前嘅借口。國學嘅世界入面，成日都講游於藝，佢嘅意思就係話，一個人一定要喺藝術或者某啲深刻嘅興趣愛好入面，尋找到令自己心靈安頓嘅避風港。當你嘅精神世界開始變得豐富而充實，你成個人散發出嚟嘅氣質同狀態，都會同以前完全唔同晒。你會發現自己每日都活得有滋有味，臉上好自然就會成日掛住衷心而發嘅笑容。你成個人散發出嚟嗰種正面嘅光彩同能量，係會感染人嘅，連你身邊嘅人都能夠感受得到你嘅轉變。我聽過一個故事，有一個70歲嘅退休伯伯，佢以前喺一個政府部門做咗幾十年文職，生活刻板而有規律。退休之後，佢一時間唔知做乜好，日日就困喺屋企沙發睇電視，由朝睇到晚，成個人冇晒精神，萎靡不振，面上都冇乜表情。後來佢太太睇唔過眼，死拉硬扯啖鼓勵佢去附近嘅公園跟一個師傅學太極拳。起初佢好抗拒，但係學咗半年之後，佢開始揾到當中有趣嘅地方。學咗2年之後，奇蹟出現啦，佢成個人好似脫胎換骨咁，背脊挺直咗，面色紅潤咗，精神亦都飽滿晒，行起路上嚟虎虎生風，完全唔似一個70歲嘅老人家。佢個孫仔每次見到佢，都會用好崇拜嘅眼神望住佢，捉住佢隻手話：爺爺你好犀利啊！佢嘅仔女見到老豆變得咁精神、咁健康、咁有活力，個個都由心入面以佢為榮，撐住帶佢出去食飯見朋友。你睇下，當你能夠活出足於自己嘅精彩，你根本就唔使開口去要求，更加唔使去哀求，你啲仔女同孫仔孫女就會俾你嘅活力同正能量自然而然咁吸引過嚟，主動圍繞喺你身邊。呢種吸引力比任何說教都來得有效。第4件要做好嘅事，亦都係好多人成日忽略，甚至覺得喺晚年已經唔再重要嘅一件事，就係要用心去擁護好你同你老伴之間嘅夫妻關係。呢一點，我可以大膽同你講，佢很有可能就係呢4件事入面，對你晚年幸福指數影響最大、最關鍵嘅一環。你試下靜落嚟諗真啲，你嘅仔女，無論你而家有幾錫佢哋，
佢哋有幾孝順你，佢哋始終都會長大，會有自己嘅工作同事業，會有自己嘅社交圈子要應酬，更加會組織佢哋自己嘅小家庭，佢哋嘅生活重心好自然就會轉移出去。佢哋陪伴你嘅時間，喺佢哋成家立業之後，只會變得越嚟越少。所以，行到最後，真正會朝朝暮暮，日日夜夜陪伴喺你身邊，喺你病嘅時候遞杯水俾你，喺你唔開心嘅時候坐喺你身旁聽你發牢騷，喺你天冷嘅時候提你着多件衫嘅人，唔會係你嘅仔女，而係你身邊嗰個同你行咗大半世人，你嘅老伴。你同你老伴之間嘅關係好唔好？你哋仲有冇偈傾？你哋相處起嚟融唔融洽？呢樣嘢幾乎係直接決定了你晚年每日嘅心情係點樣嘅。呢個就係你幸福指數嘅基石。易經入面有一個蠶卦，佢講嘅就係一個循序漸進、逐步達成嘅道理。鴻雁要飛向遙遠嘅南方，佢絕對唔係一步就可以飛到嘅，而係要經過漫長嘅飛行，一步一步穩穩陣陣咁向前邁進。經營夫妻感情呢回事，都係完全一樣嘅道理。一段相濡以沫嘅深厚感情，絕對唔係一朝一夕可以建立嘅，更加唔係結咗婚之後就自動完成，然後唔使理會，佢係要你哋兩個人日積月累咁去經營、去擁護嘅。我哋見到好多老夫老妻，佢哋後生嗰陣，成副心思都放喺揾食同養家呢兩件人生大事上面。丈夫可能喺外面日挨夜挨，為咗頭家搏命，妻子就喺屋企主持家務、湊仔女，做數唔清嘅家務。兩個人各有各忙，每日傾偈嘅話題離唔開啲生活瑣事，根本冇太多足於兩個人嘅真正情感交流嘅時間。大家個心入面當然有對方，有感情，但係就好似冇乜機會好好咁去表達。到咗退休，兩個人突然間都唔使返工，日日困喺間屋入面，你眼望我眼。以前因為忙碌而被掩合嘅性格差異同生活習慣上嘅摩擦，就會一下子全部浮晒上面。你可能會開始嫌佢煮餸味道太鹹太淡，佢可能會嫌你啲嘢亂咁擺，搞到間屋亂七八糟。你覺得佢唔夠溫柔體貼，佢覺得你越老越多要求，越嚟越難服侍。呢啲睇落去全部都好瑣碎，係一啲雞毛蒜皮嘅小事，但係如果雙方都唔讓步，日積月累咁積壓落嚟，就會由小事慢慢演變成心病，最後變成一場摧毀感情嘅大風暴，侵蝕晒你哋幾十年建立起嚟嘅感情根基。所以，人到晚年，兩夫妻更加要學懂包容同體諒。大家做咗幾十年夫妻，對方係一個點樣嘅人，有咩優點，有咩缺點，你應該係呢個世界上最清楚佢嘅人。佢嘅優點，你要識得去欣賞，要成日攞出嚟講，稱讚下佢。佢嘅缺點，只要唔係啲乜嘢原則性嘅大問題，你就要學識去接受、去容納，因為你都知道，人到咗呢個歲數，性格同行事方式基本上已經定晒型，你硬係要去改變對方，係一件完全唔現實嘅事，只會製造磨準嘅爭吵。你要調整嘅，唔係對方嘅性格，而係你自己看待佢嘅心態。你唔好成日都記住對方有咩唔好，有咩事令你唔開心，反而係要多啲去回憶，記住對方對你嘅好。你要記住，佢後生嗰陣係點樣喺你最艱難、最落魄嘅時候不離不棄，佢係點樣同你一齊，兩個人四條手臂，咬實牙關挨過人生最黑暗嘅日子。呢啲恩情，呢啲共同走過嘅路，你全部都要記住。從命理同緣分嘅角度去睇，一對夫妻能夠喺茫茫人海之中相識、相愛、結合，最後可以一齋走過幾十載嘅風風雨雨，白頭到老，呢個本身就係一種天大嘅緣分，係一種好深好深嘅福氣，係要修幾多世先至收得到。你要識得惜福，識得感恩，你善待你嘅老伴，其實就係在善待緊你自己。你試諗下，當你晚年有一個知冷知熱、真正了解你嘅人陪伴喺身邊，呢種心靈上嘅安慰，比擁有幾多財富都來得更重要。你夜晚嗨醒，佢會半夢半醒間伸手幫你合好帳被，你因為一啲小事唔開心，佢唔使講太多說話，只係靜靜地坐喺你身邊陪住你。你病嘅時候，佢會戰戰巍巍咁端杯暖水俾你。呢啲睇落微不足道嘅生活細節，其實就正正係人生最大、最真實嘅幸福。呢種幸福
係無論你揾幾多錢都絕對買唔到嘅。你嘅仔女見到你同老伴兩個人相處得咁和諧，食完晚飯攜手拖手去公園散步，得間佢一齊去茶樓飲茶傾偈，有講有笑，互相扶持，互相照顧，佢哋嘅內心都會感到一種無比嘅安心同溫暖。呢種由父母恩愛所散發出嚟嘅家庭溫暖，就係風水學上頭所講嘅家和萬事興嘅真正根基。一個家庭嘅人旺，絕對唔係靠你喺屋企擺幾多風水陣，掛幾多風水畫，而係在於住喺呢間屋入面嘅人，彼此之間係咪融洽，係咪和氣，係咪有愛，這才是最好嘅風水。各位老友記，我同你哋講到呢一度，由3個唔管，再講到4個做好，呢6個字嘅道理，我已經毫無保留咁同你哋分享晒啦。你可能聽完之後，個心入面會有一個念頭衝起嚟，覺得，你講嘅呢啲道理，我其實都知道㗎，冇乜咁特別之嘛。但係，我想好認真咁話俾你知，知道同做到，從來都係兩回事。呢個世界上最遙遠嘅距離，絕對唔係由天涯去海角之間嘅物理距離，而係橫緊喺我知道同我做到之間嘅呢一條巨大鴻溝。好多人窮盡佢哋一生嘅時間，都係喺呢個知道但係做唔到嘅困境入面，不斷跌跌撞撞，兜兜轉轉。佢哋理智上好明白呢啲道理，但係一反到去現實生活，一見到仔女有乜嘢風吹草動，嗰啲跟咗自己幾十年嘅老習慣、老觀念就會即刻好似條件反射咁，完全不受控制咁跑返出嚟作怪。仔女兩公婆一有啲拗撬，佢哋個心就囉囉亂，忍唔住要插手去理。一見到個孫俾佢阿嫲罵到喊，佢哋就第一時間衝出去做保護傘，將唔管嘅承諾拋到九霄雲外。呢啲都係人之常情，我理解。但係如果你下定決心，想自己嘅晚年過得舒心，過得自在，想成為一個有智慧、受人發自內心尊敬嘅老人家，你就一定要有意識咁去同自己嘅慣性、自己嘅心魔去對抗。真正嘅大智慧，絕對唔在於你聽過幾多大道理，而係在於你能夠將呢啲道理實實在在咁落實到你每日嘅生活細節入面，變成你待人接物嘅自然反應。人到咗60歲，最重要嘅人生功課，已經唔係你要去追求再擁有幾多身外物，而係你能夠放低幾多心頭石。你放低咗對仔女嗰種令人窒息嘅控制欲，你就自然可以收穫到佢哋發自內心嘅尊重。你放低咗對金錢嘅過分執着同冇安全感，你嘅內心就可以收穫到一種前所未有嘅安寧。你放低咗對過去風光日子嘅留戀同感慨，你就會慢慢學識去珍惜同享受每一個當下嘅平靜同美好。呢個就係古人所講嘅大道至簡，最深刻、最有用嘅道理，往往並唔係啲咩高深莫測嘅理論，而係藏喺呢啲最平凡、最簡單嘅生活智慧入面。當你有一日能夠真正做到活得獨立、活得健康、活得精彩，你就會有一個非常奇妙嘅發現，你根本唔需要挖空心思，諗盡辦法去要求仔女孝順你，佢哋反而會個個都撐住嚟孝順你。點解？因為你好自然淡活成咗佢哋心目中嘅一個榜樣，活成咗佢哋嘅驕傲，活成咗佢哋心底裏渴望自己老咗之後可以成為嘅嗰個模樣。你嘅獨立會令佢哋覺得好放心，唔使成日掛住你；你嘅健康會令佢哋覺得好安心，唔使擔心你嘅身體；你嘅精彩會令佢哋覺得好開心，會以你為榮。一個令到仔女覺得放心、安心又開心嘅父母，試問天下間有邊個仔女會有理由唔去孝順同愛惜你？人到60，就好似你經過艱苦嘅長途跋涉，終於行到去一座大山嘅頂峰。你已經喺人生嘅山路上面攀登咗大半世，流過無盡嘅汗水，吞過唔少委屈嘅眼淚，跌過好多次跤，受過好多傷。而家你終於企喺呢個頂峰之上，眼前豁然開朗，係一片你從未見過嘅廣闊天地。你可以選擇繼續喺呢個山頂上面掙扎，同啲後生嘅攀登者鬥快鬥高，但係山頂之上已經再冇路可以俾你向上行。你亦都可以選擇一條更加聰明、更加從容嘅路，就係學識優雅咁慢慢行落山，用欣賞嘅心情去留意沿途每一處你以前因為趕路而錯過嘅風景，去享受迎面吹來嘅陣陣微風。
學識喺適當嘅時候從容轉身，將個舞台交俾下一代，呢個先至係真正嘅人生大智慧。三不管，四做好，呢6個字就係我今日送俾你哋嘅一份落山路線圖。只要你跟住呢條路線慢慢行，我絕對相信你嘅後半生一定會越行越舒坦，越行越光明。識得進退之道，方能夠安享天年。我喺度衷心希望每一位聽到呢度嘅老友記都能夠放低心頭嘅重擔，活出屬於自己嘅獨一無二嘅精彩後半生。